我哋剛啱信主嘅時候咧，覺得咧神好奇妙噶。我哋咧擔心嗰個巴士咧會走咗。去到巴士站嗰度，果然個巴士咧冇走。但信咗主冇幾耐，發現情況就唔係咁咯喎。你遲咗起身，你求主一定要截住個巴士啊！哇！就係你去到嗰時，個巴士咧已經走咗。咁你就會問啦，神啊，點解你會改變嘅？有3個原因，神點解咧要開始管教你？第一個原因就係因為神咧要叫你成為可以承繼產業嘅嗰一鑊。如果你要成為後嗣，你係咪需要有各種嘅訓練？無論講嘢，無論做決定，無論咧一舉一動，都要咧似一個能夠承繼產業嘅人。第二個原因就係神咧要叫你得生，以致咧你唔會陷入咧更大嘅禍害嘅裏邊。你諗下，如果你成日都係僥倖，然之後咧神就救你嘅話，你一生都唔會咧學習紀律，唔會咧去要求自己。第三就係神咧願意你喺佢嘅聖潔上面有份，要你更加似佢，放低你嘅任性、你嘅狂妄、你嘅固執。人最高嘅榮譽就係倒模一樣。如果你要更討神嘅喜悅，你一定要似佢。我哋個個都有榮耀嘅前途，神就係因為呢個榮耀嘅前途嚟到去管教你。